今日新闻头起先来看这中国一直的起事，造成台海的局势哪来哪紧张。中国央视今日佫报道讲，有台湾的资通电军攻击因广州的科技公司，咱有20个人去互中国公安通缉，佫公布因的名姓、相片甲身份证字号码，开手警要甲因抓。有学者是认为讲这是认知作战，不过嘛有立委烦恼讲，若这个个资是真的，会去影响到这个官兵的人身安全。 中华经济紧张，中国官方媒体央视采访报道，讲中国公安掌控咱国军的资通电军，涉嫌网络攻击广州的科技公司，发布通缉咱国20位资通电军，并且公布因的相片、名加身份证字号，也佫有奖金，引起大家的注意。近年来，台湾资通电军频繁对境内不同领域机构实施无差别网络攻击活动。 无底线发动网络战，图谋窃取敏感数据。这是伫去年9月，今年3月了后，中共第3遍公布国军的资通电军的个人资料。央视也佫引述调查报告，讲资通电军长期甲美国政治部门合作，对中国实施几多轻便的大规模网络攻击。 严格惩罚合约无证。学者分析，中共挑工保护资通电军，操作认知作战，进行大内宣。台湾的资通电军其实技术本质非常的强，包括在2021年的时候参加美国举办的国际治安大赛，在14国54个队伍中荣获冠军，所以并不是所谓中国的这个公安所说的技术层次低落，这都暴露出这个中国公安刻意在栽赃抹黑的一个手段，竟然可以被他们找到我们20位姓名跟身份证号码，那表示我们的治安方面，我们国家安全的治安方面，这个部分有。 应该是有做得很不够的地方。另外，中国国台办伫7号宣布，针对民进党立委新北乡的老爸沈土城所经营的台湾钓鱼公司，甲中国企业有贸易往来，探取经济利益。中国是无允准台独顽固分子的关联企业伫咧中国牟利，所以实施天界禁止合作。现在对中国来说，甚至是连呼吸就是台独。 我们是在中南美洲做贸易的，其实它是向世界各国来下订单。那中国现在如果要对我们来做这样贸易商来做这样的处罚的话，那其实是牺牲他自己人民生产的利益。对中共封杀因老爸公司新北乡回击，伊讲因为伊推动国安相关法案，限制统战渗透就被制裁。中国是做出意识形态自然救助。 但是中国的制裁受害的颠倒是因家己的产业加劳工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